唔知大家去連鎖 gym 嘅時候有冇見過呢嚿嘢呢？咁呢嚿嘢咧係叫做 Angle 90動態重訓握把，佢其實係一個意大利設計同埋生產嘅一個產品嚟嘅。咁設計者咧其實本身都係一個健身發燒友，咁有一日咧佢舉鐵嘅時候咧就覺得唔係好順手喎，咁所以咧佢就重新設計咗呢個產品出嚟啦。呢兩嚿嘢除咗令你揸得舒舒服服之外，佢仲有實際嘅用途嘅喎。佢可以改善動作嘅流暢度，增加 range of motion， 令到肌肉得到更大嘅刺激。唔同嘅握法咧仲有更多附加嘅功能。詳情可以去翻我哋網站睇，喺度我就唔逐一講啦。如果喺屋企用，唔用啞鈴，你山寨度吊住個水桶嚟用都得嘅。你仲可以配合埋唔同嘅配件去做各種嘅訓練，例如呢條專用嘅阻力帶，好簡單咁樣就扣咗上去啦，咁就可以鍛煉到二頭啦、三頭啦、膊頭或者背肌呢啲部位都得嘅。如果用埋屋企道門，加上呢個懸掛配件，就可以進行埋 RTX 訓練，甚至引體上升、推胸呢啲動作都可以做到。有啲朋友咧中意街頭健身，帶一 set Angle 90就已經足夠啦。細件好方便，變化又多。本身買呢兩件產品都係398蚊，已經唔貴㗎啦。而家再平多100俾你，而呢兩件配件買埋嘅話，各減多50俾你，買晒成套足足平成200蚊啦。留言90，即刻俾個優惠碼你。